由工商时报与台南市商业会共同主办的台南茶、酒、咖啡暨伴手礼展，已经累积举办6届。凭借稳定的参观客群与市场基础，成功打造南台湾指标性跨产业展览。今年除邀集国内各优质厂商参展，更邀请来自美国、菲律宾、马来西亚、葡萄牙以及加拿大等国的特色品牌，展现浓厚的国际风貌。请用钱！我们预祝2025台南茶酒咖啡暨伴手礼展展出成功，厂商订单满满。由工商时报跟台南市商业会来共同主办。本次的特色呢，我们除了集合来自全台各地指标的品牌来参与之外呢，国际厂商还有美国、马来西亚、葡萄牙以及加拿大等地的特色品牌齐聚一堂。那全台湾呢各地呢，我们还有花莲的以及屏东的各地的伴手礼呢，都有来让我们民众能够不出国门，也能够品味世界，欣赏台湾。台南市政府经发局跟工商时报来合办我们这一次2025咖啡酒伴手礼还有生活用品的一个展览那期望能够促进我们台南经济的一个大力发展那在这个大台南会展中心呢，去年我们也在这边总共有办了30几场的一个活动，那也举行了相关一个240场的一个会议可以说是非常的一个多特别是对于一个会展中心刚成立的一个会展中心来说已经说是可以非常的一个厉害那我们也陆续的向台北的会展中心来看齐希望我们能够办越来越多的展览展示出我们台南的软实力。现场除了各大茶区自产自制的好茶，也有来自各国的优质名酒。咖啡区则是集结多家品牌，带来咖啡豆以及现场手冲的体验。伴手礼美食区与品味生活区则囊括地方特色小吃、手作甜点、手工艺品，无论自用送礼两相宜。现场展品商品齐全，价格优惠，是年度采购高 CP 值商品的良机。每年皆吸引许多消费者携家带眷前来朝圣，深受各年龄层喜爱。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